歡迎來到我的節目王策焦點評論，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王策。全新節目上線，國際新聞深度剖析，不容錯過。今天事發在2025年3月12日星期三，想跟大家講講李超人出售巴拿馬運河這則新聞背後耐人尋味的地方。巴拿馬運河易主背後一場超越商業邏輯的地緣博弈。CIA 如何導演這場228億的世紀收購？在中美戰略博弈的關鍵節點，李嘉誠旗下長和集團以228億美元出售全球43個港口資產的交易，正演變為一場震動國際政經格局的標誌性事件。這場看似普通的商業行為，因涉及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戰略港口，被賦予了遠超經濟層面的政治意涵。一、交易背後的雙重邏輯，避險與投誠的交織。李嘉誠的資產騰挪向來以低買高賣著稱，但此次拋售港口資產的決策卻充滿爭議。從商業角度看，全球港口業務，尤其是巴拿馬運河港口，本是現金流穩定的優質資產。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持續渲染中國威脅論，並對運河控制權虎視眈眈的背景下，這些港口已成為燙手山芋。美國通過政治施壓與商業收購雙軌並進，迫使長和系在風險與收益間做出抉擇。值得注意的是，買方貝萊德財團與美國政府的密切互動以及交易中巴拿馬港口估值較市場價折讓的事實，都暗示着這並非純粹的市場行為。二、地緣格局的深層裂變。巴拿馬運河作為連接兩洋的航運咽喉，承載着全球6%的貿易量，其中21%與中國相關。美國掌控運河兩端港口後，不僅可通過提高通行費擠壓中國航運企業利潤，更可能效仿蘇伊士運河事件模式，在極端情況下實施航運管制。這種港口加軍事的雙重控制，將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形成實質性威脅。數據顯示，美國企業已控制全球10.4%的集裝箱吞吐量。若其進一步複製此次收購模式，中國商船在關鍵水道可能面臨無處可靠的困境。三、中國的戰略定力與破局之道。面對這一挑戰，中國展現出超越短期得失的戰略眼光。一方面，通過雙航母加055驅逐艦編隊常態化巡航、吉布提基地擴建等硬實力佈局，為遠洋貿易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加速構建港口加產業鏈加人民幣結算的新型合作模式。上海港試點人民幣結算佔比已突破23%。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拉美佈局的替代港口網絡已初見成效，通過巴西馬努斯港、秘魯卡亞俄港等節點，逐步降低對巴拿馬運河的依賴。這種兩條腿走路的策略，既化解了眼前危機，又為長遠發展開闢了新路徑。四、商人選擇與國家大義的碰撞。事件背後折射出全球化退潮期資本的價值取向。當國家間競爭從經濟領域延伸至戰略博弈，企業的商業決策往往被賦予政治符號意義。李嘉誠的選擇雖符合其家族資本避險邏輯，但在民族大義與國家利益面前，這種精明的商業計算難免引發爭議。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華為、TikTok 等企業在壓力下展現的戰略人性，彰顯了不同的價值取向。結語：巴拿馬運河港口易主事件，本質上是中美戰略博弈的縮影。它既暴露了中國在關鍵通道控制權上的短板，也檢驗了國家應對複雜局面的戰略智慧。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真正的勝負手不在於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於誰能構建更具韌性的全球貿易網絡。當中國以執劍經商的姿態穩步推進戰略佈局時，任何外部壓力都將成為鍛造國家競爭力的試金石。對中國、香港及美國的多維影響分析：一、對中國的戰略衝擊與反制能力；一、航運與供應鏈安全風險。
美國通過貝萊德財團掌控全球10.4%的集裝箱吞吐量。巴拿馬運河作為中國對拉美貿易的21%貨運通道，可能面臨通行費上漲、調度歧視等限制。預估中國企業物流成本或就增20%，年損失數百億美元，直接衝擊「一帶一路」在拉美的佈局。2. 戰略通道控制權削弱，美國複製港口加軍事模式，可能在極端情況下效仿蘇伊士運河事件實施航運管制。中國需以佈局巴西馬努斯港、秘魯前海港等替代節點，但短期內仍需依賴巴拿馬運河，戰略緩衝空間受限。3. 人民幣國際化受阻，巴拿馬運河是美元結算的傳統區域，美國強化控制，可能延緩人民幣在拉美港口的結算滲透。儘管上海港試點人民幣結算佔比已超23%，但區域突破仍需時間。2. 對香港的雙重挑戰： 1. 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承壓，香港作為全球第7大集裝箱港口，長和系退出國際港口網絡，可能削弱其輻射能力。美國若在全球推行港口併購，香港或面臨中轉業務分流風險。 2. 資本流動與形象重塑，李嘉誠套現228億美元，引發港股波動，短期內提振股價，但長期可能引發市場對資本外流的擔憂。港澳辦官網轉載大公報弱評，強調站在什麼立場，暗示中央對資本選擇的政治關切。香港需在商業自由與國家大義間平衡。 3. 對美國的戰略收益與隱憂： 1. 地緣博弈階段性勝利，特朗普政府通過政治施壓與資本運作，實現運河美國化目標，強化對西半球戰略樞紐的控制，為其印太戰略提供支點。貝萊德掌控港口數據與調度系統，或成為對華貿易戰的新工具。 2. 戰略擴張的經濟代價：巴拿馬運河擴建後收益持續低於預期，2022年通航費收入29.3億美元，不足擴建成本53億美元。美國資本接盤可能面臨資產貶值風險，同時全球港口併購或引發國際社會對美式霸權的抵制，加劇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 4. 深層博弈的關鍵變量： 1. 中國的戰略定力與反制手段，軍事保障、雙航母編隊巡航、吉布提基地擴建形成威懾，替代網絡、拉美港口佈局加北極航線探索降低依賴，技術主權、北斗導航系統覆蓋加船舶加密通訊升級，規則重構，推動上海港人民幣結算試點，挑戰美元霸權。 2. 李嘉誠的角色爭議，其低買高賣策略雖符合商業邏輯，但在中美博弈關鍵期的戰略撤退，被輿論視為資本投降，與華為等企業的抗壓形成鮮明對比，引發對商人愛國的倫理討論。 3. 國際格局裂變加速，美國單邊主義行徑促使更多國家尋求去美元化、去美國化。中國推動的港口加產業鏈加人民幣結算模式正構建新型國際合作範式，預示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層變革。結語：此次交易本質是中美戰略博弈的縮影，暴露了中國在關鍵通道控制權上的短板，也檢驗了國家應對複雜局面的戰略智慧。中國以兩條腿走路的人性，既化解了眼前危機，又為長遠發展開闢了新路徑。在全球化退潮期，真正的競爭優勢在於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貿易網絡，這正是中國破局的核心邏輯。再一次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本期節目，如果你喜歡我哋這種以專業視角解讀時事的內容，一定要記得點個讚，順手訂閱一下頻道，再打開小鈴鐺，這樣就不會錯過後續精彩節目啦。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分享自己的觀點。要是覺得節目不錯，也動動手指分享給身邊的朋友，讓更多人加入我哋的時事討論。我哋下集不見不散。